骨袂去，体气较大，哦，身体较大，脑力较大真好，哦。来，肩膀放松，手放松。上半身先向左侧弯，弯进，再头往上扬，眼睛往上瞧，维持这个姿势。3分钟袂使你当，初初会酸，真简单，真正常吼。啊，消化较歹的吼，肝筋啊、胆经啊、胆经的阻塞吼，来像提拉松吼，左右小朋友肝筋都胆经啊、胆经啊，啊去无伤吼，体气较大，暗时啊歹困啊，我去照一个吼，卖勉强吼，刚开始做不要勉强。先回正，再身体慢慢回正。没有弯腰过哦，走给他慢点跳啊。身体站稳，在上半身向右侧弯，弯进，头上扬，眼睛往上看，维持这个姿势。放松哦。咱手袂使拄一直按老位哦，手啊拄喺骹袂准动，不要准哦吼。要放松那个安尼哦。先慢慢回正，再身体慢慢回正。表示咱的筋络还阁真大吼，啊无感觉过去啊吼。11旋脚弓，全息屈服时刚强坚毅，双手叉腰，先左脚脚跟脚跟点地往外旋。好来，2做流软的吼，3保证你袂卡的方式啦，保证你袂带方式。老师讲，咱做一招，6以后行路爬楼梯骹拢袂酸，7骹袂去拐着，8吼，9这肩胛吼，膝盖后肩胛吼，就袂着风湿会酸，就袂酸痛吼。3吼，手叉腰安尼吼，安尼吼。5开始较暗无紧，到尾流软，生活流软尔吼，做软的吼。8就会卡酸啊，对吧？右脚跟抬起，对吼。1往外，2来脚头，3脚尖，脚尖，脚趾头，吼，用脚趾头吼，6、7，头壳有问题的人吼，这骹掌头里是好概念。向内1。来，由外而内，2来面，哦，3，来，脚趾头，4，我们这样的吼，5，外边斜高脸，左边斜高脸，正边斜高脸安尼吼，一天早做两摆，以后行路有走的。9，好，12，立足弓，收摄心性，培养耐力。集中精神，双手双脚并拢，双脚脚跟垫起，脚跟抬高，维持这个姿势，增强定力。眼光集中，舌顶上颚，一手旋关，舌顶上颚，气贯丹田。我袂下无要紧，下我定下了啊。安尼起来，安尼，气管的丹田呢，都袂摇啊，安尼吼，安尼3分钟袂得紧啦。我算无，全身放松，眼睛放松，细手前关，舌顶上颚，肩膀放松，气沉丹田，默念5次真言，这样子练我们定力耐力，练我们的手脚的筋骨，那筋骨放松安尼吼。外动内静，一指禅，修禅的最高境界是外动内静啦，这样一直禅功。双脚脚跟着地，左右脚尖抬高，1、
100个、150个都会使，才哦。6。哦。啊，以后然后可能围绕着哦。8。来，可以下脚啊，你来，啊，你直接后斜。好，脚跟慢慢放下。哦。来，各位向前，各位前向前。收功。哦。反照忏悔，长养浩然正气。请坐下。来，好。双腿双盘或单盘缠坐。来，咱们内功为1哦。好。头顶天，头放正。左右手各大拇指按着中指，轻轻的、自然平放。维持这个姿势，反照。上尾一招上重要，吼，啊做完了，第一袂使讲话，吼，各位先暂时不用讲话，你后期可以再给我1分钟哦，然后就坐着，哦，这有2种，啊，第一个一天当中，圣心有多少？哦，凡心有。哦，录音带关掉了。哦，对后学讲义很解释，都解释就好了。哦，因为录音带解释的很长。这样坐着，你们没办法，可以分2种，盘腿跟这样正襟危坐。这样坐着之后，把刚才所练的气，多说练的气，第一招就2招气，我们关得难点呢。哦，安尼对哦。来，安尼你看，中指，啊大只脚就中指小骨啊。哦。安尼看下，看大腿顶头。也是一半落使吼，安尼，反省忏悔，今日所做所为，拢爱忏悔。今日做对做唔对，老师拢讲拢爱忏悔安尼，安尼来。哦，3分钟了，转头收紧。倒手包正手，左手包右手，左下右上，中下保持重心，中爱干的倒来。就咱刚才所练的气，拢灌入手的，安尼坐。这样子坐着，哦，3分钟。这第一招，咱年纪啊大，我大安尼，啊，搁另外一招，安尼吼。后盖，安尼了解哦，哦，感官艺术哦，因为年纪大了没办法，就这样子，年轻人都这样子，气贯丹田，一手旋关，舌体上颚，默念5次真言哦，这样子反省忏悔3分钟之后，哦，安尼感官艺术哦，安尼你不要有莫，你卖走安尼哦，安尼了哦，来。用完之后，坐位看这边，哦，你刚才会流外老婆对不对？这个，啊，这个，安尼先过这个，按摩的，哦，先过这个了，哦，都不要有毛，然后就是刚才有毛，然后你的毛病都治疗哪里都不要讲说，我定来后脚疼，你讲后脚的声，我定来胸口一扎，或者手头啊吼，放在胸口的，吼，刚才腰酸背痛，放在肚臍后壁正门叫做筋功练气功。包括气功甲腰咱的筋络拢去无松吼，因为我都开较真时间的关系，我都讲较真溜吼，只要讲较真溜，时间真长安尼吼。啊，大概介绍讲到这，因为咱录音大到有书啦吼，录音带跟书本吼可以解释啊，等下戴老师会再解释一下。啊，今天有学习到这啊，比如说听老师主笔下去啊，各位讲老师，各位姐姐多多指导，谢谢大家。感谢宋讲师慈悲前道空，坤道一空。那个叶老师哈，叶讲师甲咱宋讲师啦哈，宋讲师啊，而且呢，咱刚才咱老师呢说甲咱生活课当中哦，咱除了讲。咱的身心方面需要讲营养的补给以外，在咱的心免我来调
咱的迄个这个戏吼，咱老师吼，咱宋讲师，伊嘛是有咱甲咱迄个讲解甲非常的清楚吼。那么咱等下咱邀请咱的代讲师吼，要来甲咱讲解这个养生之道，吼。咱即摆呢，以热烈的掌声呢，咱来欢迎这个代讲师出场。请讲师持边，前道恭，坤道恭，请坐下。各位听大家午安。然后接着听阮书记，咱做事的方式，师尊书记的，师尊书记的代志然后呢，咱的接力的主笔，搁咱电视的主笔，陆项的早飞金门报飞机过来，足歹势，因为7月份到即摆，伫金门上顶度人度19场，度607个度，所以声音有一点沙哑吼。你咱听有清楚无？足歹势，我都一间一间去弄门，一间去放煞。因为阮妈妈呢，就是第2届中伫医院急诊，医生讲因也就爱急诊急诊室上班明仔载足严重尔。向下讲伊用参考，赶紧放愿，讲要半年内度500度，结果呢，无想到出年前后，咱老母妹主笔第17场暗时10点，度500度这个变化有够济，会使讲出年前后拢做到每一场庙，我甲跋杯拢30杯。李公园将军30杯，搁保生大帝天天上帝圣王爷，拢做一寡理长，理事长，搁总干事，搁校长，拢做一寡少有本地缘分的人来进度。会使讲的只要咱每一个前辈，咱每一个前辈若是肯发心发愿，身份呢就做咱所以咱老师有讲过咱若是有一份的心，想去做高分所以阮妈妈呢即摆呢平安无代志所以这个感谢替阮书记。咱身体会欠安，拢是普通时无注意，所以就讲这个健康，譬如讲19年3000场就也是伫外口办，也是伫道场办。阮拢后壁拢会5分钟来导人去度，一年拢度伫台湾拢度300-400个去度，顶礼拜呢伫台中学界，伊嘛是度12个去度，搁前2个日学界嘛是办活动中心，嘛是度25个去度，迄到伫台南呢，一道场呢嘛是办68个去度，现场30-40个来听道理。听健康，但是呢，咱照这个医院呢，监督去度，这就是咱做一个咱这公劳会道地的使命为什么遐尼认真要讲健康呢？因为即摆癌症愈来愈侪，咱即摆呢，全世界美国讲过每一个人的体内的细胞内底拢有癌症的因子，拢是有癌细胞。但是咱今仔无得着癌，就是因为咱有抵抗力。伊讲伫公元2030年呢，全世界人拢因癌症来过身，搁等20年，全世界拢因癌症。那么呢，伫美国2个内底就有1个人因癌症来过身，那咱台湾呢是3个内底就有1个
所以咱这个感情内底有3个喙，第一个喙呢就是讲食伤饱，食真济，吼。一般咱食物件爱人讲至少袂使超过8分的，吼。像各位建议呢，咱要食99分食饱的，有吼。那么第二个喙就是讲不该食物件袂使食，会中毒。那么第3个喙呢，吼，就是讲早起啊食较好，中昼食较饱，暗时啊食较少。咱美国呢，吼，因呢有起一个生化地球的迄款试验的所在呢，因都是有6个营养医学博士伫内底呢，吼，关3个月，吼，内底有放一寡蔬菜、水果，讲五谷，讲野菜，有6个医生呢，吼，医学博士呢，带3个月，数量有限呢，因食3个月出来了呢，每一个人呢，拢身体最健康的，因得到一个答案，讲食愈少活较久的。食较少活较久的，所以各位建议，咱要健康爱食较少的，咱食真济吼。那么呢，因讲营养要为倒位来呢？阳光空气日头咱若呢蔬菜水果照日头，咱就会当有能量，会较健康。所以呢，咱若要照日头，会使去10点以前，下晡3点以后，透中昼袂使超过半年钟，不会紫外线会有黑斑会氧化。那么呢，过来土内底有菌种会当抗癌，但是咱即摆土质呢，拢做一个化学的农药过来呢，空气欠的空气你就癌症。爱爬山人踩牙手，推荐爱爬山。就这样爬山是上好的运动所以头拄仔做老师的《金刚念经》讲黄海草有老大人牙手。有有几个牙手中气啦，有打哈欠的人牙手拍去，无有嘛是有有人打嗝的人牙手，有迄落放屁的人牙手，有迄拢会排毒。咱老师伫民国85年伫泰国甲咱教，因为咱即摆拢无闲去上班，甲修道办道，拢无运动，咱的细胞拢老化，所以一天上少半30分钟来做运动。所以咱的立法委员纪政嘛讲过，一天半年钟来运动，即个医拢会关门所以呢，咱的卡带，大概卡带，一面 A 面就是25分钟也是较有时间呢，粗笔的较无时间咧做一面，也是较有时间咧做2面 ，A 加 B 2面是看病人爱做 A 加 B 加 A， 咱听有无？搁有一本册教咱安怎做呢，迄好势有设计一个手挂包，你会当放一个小收音机喺内底，行到倒位会当教做到倒位，迄逐工做，因为咱老师讲，咱若逐工做，老师会甲咱加持，身体较健康。身体健康呢，咱要修道办道，就较免烦恼那所以讲起来呢，我甲讲呢，水质一天有啉2000cc 水的人牙齿2000。无够一半请下落来，因为即摆呢《西游记》足济逐年拢有3万几个《西游记》，是每礼拜爱洗3届，一届爱洗4点钟，爱开4100块的政府的钱，那么一个月爱开5万几，所以呢咱台湾的逐年拢爱《西游记》爱开政府450亿，所以咱就是无啉2000cc的水。袂使等水到咱啉水等水到啉水就袂有所以咱体质呢咱的身躯70%拢是水，咱的肺部90%拢是水，所以爱改变咱的肺质，爱改变咱的水质，爱改变水质，爱改变咱的就是爱较过来啉水的。所以呢，电视里面没事多喝水，喝水没事，但是爱啉好水，啉好水呢有4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爱微碱，就是较碱性的，袂使酸性。微碱性伊的 pH 值是8.4到7.4到8.4，因为咱的黑斑敢若写起来拢无看到对无？无看伊会反光，我有感觉所以呢，咱就用讲的咱等下分资料互咱，所以无听清楚袂要紧咱若是有啉 RO 的人牙齿。
食迄后的，伊拢食身体饮食，伊拢食五谷的饭啦吼，搁食迄个蔬菜，有机的，搁食精力汤，搁食即个吼，面包拢会去做，即健康的。但是呢，规个就讲吼，毋是因孙，就是若讲因是父无伊囝，就讲吼，有一摆就来检验伊的水，了我再讲伊是食酸的水，就是较无抵抗力，较容易感冒患病所以呢，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微量矿物质，矿物质爱就是钙、镁、钠食，后就是无这四种。咱若是欠钙镁、钠食，就是呢会落去生病，搁较无抵抗力，较容易感冒搁来第三个条件就是爱青食，有青食水的人举手，青食，无简单有遮许过来咱细汉跋倒，阮阿嬷拢讲一句话：青水比青香。你若是习惯点用青的水，搁啉落，你的伤口就好一半，去填膏药是好。你若是呢食煮过水，就是死的水。死的水呢，咱板桥有一个济名科医师，伊看冬天饲鱼鱼缸内底鱼足寒的，搁冷的，伊就讲兄，阮的水，互迄个鱼呢拢有益，叫做鱼呢拢死翘翘你领过的水呢去算讲领过的水如果也是咱迄个鸭花鸭树花就会死去日本有一本册，讲咱生食的水是六个角的水，煮过的水呢就是呢死的水。咱即摆甲看卖，这是日本伊发觉讲零下20度，冷度3点钟，伊的水呢就是六个角的水，1、2、3、4、5、6六个角的水，煮过的水就是死的水，就是五角水，是几落角的水，无就是足炉的水所以呢，美国因发觉讲，伫岩细胞边仔的水拢是足垃圾的，足炉的水，伫正常细胞的边仔的水拢是六个角的水。所以各位同学，咱就是即摆学食青的水，咱身体抵抗力才有够那么青起来的水呢，一工爱食2千至3千，透早起床500，10.500，下晡3.500，暗时9.500，其他食1000左右。所以呢，水会当治百病，咱一定爱认真食水。无呢，洗药水足麻烦的，逐天拢增加600个洗药水那洗药水呢，有一个老板娘较无爱啉水，较无爱走便所，结果呢，药水呢，啥去洗药水洗2年，规身躯拢肿起来。面拢翻乌，就去大陆换一个药剂，160万，160万呢，伊讲倒的病惨10天袂使冷冻的，敢面后边地价同款的。伊讲足痛苦的，等下搁逐工食药我会无适应。几年后还搁换一解药剂，你有痛苦无？所以你也是常啉水的人，你皮肤会足疗的，黑斑会足济，搁足老化足济，所以你爱赶过来啉水所以呢，青食的水有2个条件，第一就是无氯，氯就是漂白水。